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无啥平安呢。你看我后壁，我毋知去倒，因为我眯起来啊啦。这一群人要来抢钱的，对无？吼、细汉囡仔拢会人分钱啊。来甲咱看到游览车来，来着讲你有钱就安尼，一顿囡仔，因为足侪囡仔伫遐，就违法。有一点仔恐怖吼。但是你敢知影世界足侪所在拢安尼吼？来吼，最近咱咧讲诶吼，逐个人拢咧讲诶战争对无？即个什物所在咧战啊？逐个拢知影伊朗吼。就是波斯啦，也叫做伊朗啦，即摆叫做伊朗。对，以前叫做波斯吼，足大诶国呢。你毋知影迄是伊其实跟以色列是共足久4000当前是兄弟啊，对无？安尼一个家变的。所以家庭若无幸福诶是差4000当的煞吼，是正4000当诶。而且即阵吼足侪死伤吼，所以希望咱今仔日会当互逐个了解讲，即个是安怎开始诶吼。嘛希望这战争会当会当结束，莫阁战啊，对无吼？嘿，喂，即个听讲老师用 AI 画，今仔日咱要用新诶方法哦。咱逐个看卖啊吼，逐个感觉即个方法敢有还没讲诶故事是讲阿伯拉罕因某啦，未生囝啦，未生囝，咱着家己爱想办法啦。家己想办法。伊叫做萨莱啦吼，伊本来叫伊后来有改名吼，等下你就知吼。来伊就安怎？就想迄个办法吼，想迄个后步啦，就讲因某就想讲，安尼我有一个查干仔，叫做夏甲，是埃及人，安尼我叫伊替我生囝，安尼就对。古早诶人无囝，就是无权利对无？爱有囝开始大诶安尼。就夏甲就叫因翁阿伯拉罕讲，安尼一个互你做生意，你甲伊生一个囝，迄个囝互我安尼。即阵诶人啦，安尼迄翁应该欢喜诶，对无吼？带几啊个呢吼？所以因即个查干仔夏甲怀孕了后，就看紧伊诶主庙，就是讲伊诶主人未生，我会生足清诶就对。安尼说来就无欢喜啊，就甲伊苦毒，苦毒甲无法度伊就偷走出去啊！你看大刀走出去，离家出走去。是，而且迄阵，拢是一个迄个无啥物物件抗议对无？拢抗议就出走，出走，其实伊也无法度活落去啊！天师傅苦劝伊讲，你搁倒转去，只是下家讲你搁倒转去，你诶主人遐，服侍伫你诶主人诶手下，毋通走出来。伊就真正听天师话倒转去。所以其实这段有记载伫圣经内面有讲圣经创世纪16章你甲读哦，这故事讲甲清清楚楚哦。咱这是大约讲一个吼。你看圣经安怎写？伊讲耶和华诶使者对伊讲：你倒去你诶主庙遐，降服伫伊诶手下，甲伊反复安尼。来第10节，耶和华诶使者佮对伊讲：我要互你诶祸极其多，甚至袂算得要互伊足济，伊祸会互你袂算得足济足济。所以就是讲，其实这是即阵诶伊朗啊吼，因诶祖先就是即个伊什玛咧吼。就是伊斯兰啊，伊斯兰诶教就是伊斯玛利。是。创世纪16章11节，耶和华诶使者佮对伊讲：你当怀孕要生一个囝。佮甲伊讲，你即摆要生一个囝，调教伊号名伊什玛利，
因为我听见你的口证，伊心嘛里就是上帝有听到迄个意思。是安尼，所以就是讲，伊其实去互赶出去，毋是去互赶出去，是逃走啦，去互苦毒啦，第一届逃走，逃走，因为伊去互苦毒，第二届就是互赶出。来上帝就讲安尼你迄个搁转去，我要互你的囝吼，叫做以你要好诶，有足济互你袂算得，济甲袂算得吼。安尼，这厉害哦！所以咱基本看上帝应允是真正诶呢。你看即本真正，不管哪上帝讲诶，就会正。伊要互诶，足济就是足济。是，所以伊是嘛咧迄阵出世。伊是嘛咧出生诶时阵伊出世也要来是86岁。上帝应允诶，迄个迄个囝出世也要来是100岁。所以即个伊是嘛咧是86岁是生伊诶名意思就是上帝应允诶囝是100岁生。就是讲上帝有听见伊妈妈迄个上帝老早就有备一个囝要互伊，足早就甲伊讲是因诶信心好像无够我遮尔老都未生上帝讲我诶互诶像海边诶土沙遐尼济，哪有影我连一个囝都无，所以甲想办法啦，想办法用，就想即个无好诶办法啦。所以其实上帝嘛是有听见伊咧号啦吼，虽然即个是无办法去用害诶即种，就是讲其实上帝有一个应允。我哪有听因吼，应允诶囝就是以撒。是，就是讲虽然你毋是我应允诶，但是我嘛是会互你做大国。我哪会互伊成做大国？我哪会互伊心仔里成做大国？就是即摆伊斯兰教传播啦。即本来迄个伊斯兰教传播拢是即个。传播就是讲拢是因诶面嘛，就是拢是伊心仔里诶后壁诶人嘛。是安尼。所以讲迄个圣经阁有继续讲吼。创世纪17章20节论到伊心仔里，我也听你求，你看我已经赐福互伊，要互伊兴旺，加添极其多。所以其实是兴旺诶呢，上帝兴旺阿拉伯诶国家毋是拢做好个嘛？真正诶呢，因有石油，做侪钱诶。这上帝应允诶，真正有做到毋是甲伊放杀诶是，而且伊阁生要生12个族长，就是讲伊心仔里有生12个囝，即12个就分做12族啦。拢要互因遐逐族拢会勇壮起来，要互伊成做大国。这看迄个以色列嘛是共款。伊嘛是12族，是是。对，共款，拢有12个族长。所以毋是干那以色列是大国，伊嘛是大国呢，对，所以伊大汉了吼，伊就因为伫外口对无，伊就是去。就定足够拍力，足够写字。是因为伊写字拢足够，去用赶出去。足够相拍啦，伊足够相拍就对了。因为伊伫旷野大汉诶啦吼，所以伊就是伫遐真够生活吼，而且是弓箭手，弓箭手咩讲？弓箭手就是讲拍钱诶，伊足够写钱就对啦。伊个娶某，伊娶某要生12个囝，但是因为是真无彩是因为伊娶埃及诶。伊娶埃及诶某，所以迄阵就是拜偶像对。伊诶互诶真侪啦，有一个查囝叫做巴西巴，就嫁互
以色的加做以色的某，以色是啥？以色就是雅各就是雅各的雅各啦。雅各，哦，所以就是讲，人若毋知影诶吼，不要紧啦，迄个，你会当去看圣经，啊无吼，你听咱讲，啊无搁转去看吼，咱有讲过即个故事对无？啊来，即个吼伊心爱利用种食137岁。厉害哦。所以伊就是阿伯拉罕是175岁。是。啊来，咱来读圣经，讲伊是嘛咧吼，就是伊做人要亲像野鹿，伊的手要攻击众人。伊心爱哩大汉以后，伊会好诶。伊像野鹿讲袂听啦，你讲道理好听就讲无，像野鹿安尼。伊的手要攻击众人。就是看即本有遮神诶吼，就是人甲伊讲啥伊无要插啦吼，但是伊足够相拍，搁足够拍力，足够迄个点仔就是足够，像一只鹿啊，像一只鹿啊。众人诶手也要攻击伊，伊要拍人，咱嘛是要拍伊，伊要徛去伫众兄弟诶当边，众兄弟就是讲以色列啦，以色列诶当边。是，阿拉伯毋是伫以色列当边嘛？真诶吼，看即本诶圣经真正有神诶吼，所以伊迄阵无偌久了吼，阿伯拉罕撒拉改名做撒拉，就是阿伯拉罕诶某啦，改名叫撒拉，生以撒，伊就生一个囝伊生囝是已经90岁。是。以撒当年诶时阵，伊是玛丽已经13岁，13岁囡仔当，因阿母就看，就是讲因阿母看到伊迄个伊是玛丽咧欺负因细汉囝，伊就真无欢喜啊。撒拉呢，就求阿伯拉罕讲，甲下家吼，甲伊是玛丽赶出去。阿伯拉罕当然艰苦心嘛，做伙10几冬啊，要安怎甲人赶出去吼？而且拢是伊个囝，对无吼？但是你看圣经安怎讲？阿伯拉罕因为伊个囝会缘故，不义啊忧闷，就讲这要怎办？你也毋知要怎办？上帝甲伊讲，上帝甲阿伯拉罕讲安怎讲？你毋通为着即个囡仔以及你的女婢来忧闷。讲既然撒拉对你讲的话，你拢着听。撒拉就叫伊赶出去，所以伊就听撒拉的话，就爱甲伊赶出去就对了。是。因为为什么要赶出去？因为对以撒生的，才要像做你的话，就讲因阮即个囝，就是撒拉所生的即个以撒的后的，甲是正做阿伯拉罕的后的。剩的迄假，迄你家己的意思，迄拢毋是。安尼，因为伊是玛丽是恁家己的意思，毋是上帝的意思。什么血统黑糖什么黑糖？血统的问题，真正是，若毋是一个家吼，两个某安尼真正有乱的啦吼。无搁足济某的安尼嘛是足麻烦的吼。逐个若有经验的，若有人有经验的吼，真正会冤家对无？来搁相拍吼，财产足济嘛是咧分财产分袂平吼。来圣经呢，这圣经足趣味哦。读圣经那像咧看故事诶，足好看。创世纪21章13节讲，论到女婢诶囝，我也要互伊成做一国，因为伊也是你生。这是阿伯拉罕讲诶话。阿伯拉罕早起来，摕饼甲一杯茶仔水互下甲。足简单诶哦，你看摕一块饼一杯茶仔水，甲摆担金家头，
得甲赶出啊，是看得哦，像做产业哦，系啊，毋过老师就是上讲，的意思诶。对，为虾米迄个无互伊落倒诶？伊遐尼济落倒，无互伊一只转去埃及安尼吼。哦对，所以，你看互伊物件，互伊伫镜头歹咧，囡仔着甲伊去，无仔囝着互赶出去就对啊。敢若一袋仔水，甲一寡饼，安尼着要叫人出去生活啦，就是安尼。对哦，咱有查过，就是讲迄阵诶，若准互伊一个啥物马啊，还是落一倒诶，对无？只一只骆驼互伊骑，因为安怎山无啊，因拢有足济骆驼。是，甲会拢无爱互伊哦。因为对哦，上帝讲安怎的啊？有人AI 有人讲啊，讲因为伊饲袂起只骆驼啦。哦，有道理哦。而且迄阵诶，咱想是因为落倒嘛是代表因诶财产啊吼，袂使讲分伊一寡财产对无？因为上帝有应允讲会互伊足济吼，毋免为伊厝邻分啊，嘛是一种叫啥物断绝吼，就是断去爱切断啊吼，切断即个关系吼。所以伊就真正出去哦，到一个旷野。行无路啊，就行无路，行无路就是迷路啦。伊就迷路啊，因为毋知影要安怎行，要行去倒位。佫是水啊，食了啊，物件食了啊，就坐踮遐哭，讲要等死就对啊。即是上帝佫一概安慰下家讲，并且讲伊心仔里会互伊将要成做即个大国。迄阵佫看无诶啦吼，其实迄阵上需要应该是啥物食诶啊吼，还是讲有人踮仔甲伊安慰，还是帮衬吼，毋是一个画大饼，咱讲诶，上帝甲伊一个画大饼，讲啊，你以后会做好诶，安尼伊想袂出来吼。所以，咱即摆用咱诶想法咱若想，若是有一个囡仔13岁，互人赶出去，赶出去佫无原因毋知影原因，13岁囡仔伊会知影啥物代志，互赶出去。因为伊共欺负，去互看着啊，对无？当时安尼。但是足久，是小可代志嘛，咱有遐尼大，伊75冬拢无法度倒转去。75冬呢，想要得到答案也无法度，拢袂当得到安慰，所以伊诶受伤是毋是真大？真正诶，咱替想啦，咱今仔日来替即个囡仔想。有人诶，迄个万分吼，75冬，遐尼济冬吼，拢无解决诶，安尼真正有问题足济啊吼，所以一直到老爸抱病要死去啊！人通知伊倒转去，伊就倒转去，想要见老爸最后一面，来问即个问题，讲是安怎会甲我赶出？毋过伊转去时，因老爸已经断开啊，所以伊就甲以撒甲伊埋葬因老爸阿伯拉罕，伊诶答案嘛是无得着。真正诶呢，等75冬佫等无答案，那像有人放杀75冬无答案。所以今仔日就回到，就是伊斯兰的世界内底，因拢无讲父爱啦，老爸听因无咧讲，听因无注重，主要是伊款的伤害、痛苦，造成即阵的民族性。是，所以这真正是，毋知影就重新呢，毋知影要安怎讲吼，咱圣经有写呢，伊就对。就对阿伯拉罕讲，着赶出即个女婢甲伊个囝，这上帝讲诶只是因为女婢个囝袂当甲我个囝以撒当做后事。就讲两个袂当阿伯拉罕世界就无法度人讲听，就是讲无听的世界啦。所以应该可兰经就改，应该哩做一本圣经因的圣经叫做可兰经，可兰经安怎写？伊就讲可兰经就写讲阿伯拉罕伫摩利亚山献祭献因囝，
就是献什么人，不是献以撒啦，是献以斯玛利啦。伊是安尼讲哦，佮讲所来佮讲出一个问题，讲救赎主是穆罕默德啦，唔是耶稣啦吼。伊嘛无承认耶稣是特别的子孙对无？对咧对，伊嘛无承认讲特别的子孙，伊家变化吼，然后伊讲穆罕默德吼，就是什么人呢？就是以斯玛利一代佮一代一直传到穆罕默德。是。但是穆罕默德差不多622年，甲有即个回教的出现。即个时阵就是基督教受迫害已经煞，就是讲罗马帝国已经无搁迫害基督徒啊，甚至正做因国家的宗教啊。穆罕默德甲创立即个可兰经出来。所以拄好，咱咧讲到即个无听的社会，咱咧看因平常的生活吼，因为我拄好有看到节目啦，来分享啊，大家听吼。我拄好徛伫遐，徛伫遐，游览车就驶我来，另外一阵囡仔就围去啊，即因为囡仔因做后生囡仔哦。系啊，其中有一个就互伊钱，即个穆斯林的查人的，看一个查甫囡仔足细汉，上细汉迄个啦，伊就干那互迄个钱啊，因为咧看那个高水款，高水然后可能是就变成大汉囡仔就欺负细汉囡仔。就甲伊母个甲伊引导，我看伊是甲伊念嘴巴，伊在哭。因为伊有钱，所以叫伊甲钱互伊。有可能就是互抢去吧。内容我对毋知影，因为因讲话我听无啊。就知影讲即个大汉的查某囡仔是伊指迄个，后来迄个查甫囡仔就等于叫因老爸。迄叫做啥物？老师你讲啥物？来的。开人，恶人先告状叫什么？对迄个查囡仔就去叫因老母，叫因老母来以后，两个大人拢无问原因，即两个大人就开始相骂啊，烧冤家啊，足受气的。我迄个查甫足受气，迄个查某来以后，因咧讲啥物我毋知影，总是拢足受气啦。我就咧想，因拢无问讲为什么，就随缘家。对。拢听一面，因个囝讲安那，就是安怎。迄个内容其实我拢知，我就袂晓讲，因为我袂当讲因个话，无我就甲伊解说。拄则老师有讲恶人先告状的台语叫做。恶人先告状哦，就是讲，是讲怕人将救人啦。怕人将救人所以这是老师去翕到的，一个卡印吼。因为迄个清真寺内底真宝贵的物件，穆罕默德的卡印，就当做有神咧拜吼。但是因有一个标语甲基督教甲要共款。敢若小可无共，你看伊个大个标题伊讲第一阮甲讲一个真神，一个真是啥，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啦，迄个是真诶，迄物是拢共款嘛，对，佮来讲敢若一款人类，一款人类就是亚当甲夏娃会互诶啦，咱毋是拢安尼嘛，所以咱一款人类尔，讲一款宗教，伊讲诶一款宗教就讲。就是什么伊斯兰教啦。因上帝叫做阿拉对吧？因是安尼讲诶。一款宗教是伊斯兰，其他拢毋是哦。这是讲法来。有足侪先知，足侪先知包括耶稣那先知诶一个。毋过救赎主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比耶稣要大了对，伊是因诶讲法啦。毋过咱即摆你若看圣经就知影，哇，甲会安尼咧，嗰啲真言所写法，
咱的圣经讲诶，看因诶可兰经有历史诶根据，咱即摆考古学家吼，不时拢甲圣经诶古早诶代志拢编出来，就知影讲实在是安怎。对哦，咱若有你看咱节目诶吼，咱讲足久啊，吼几啊冬，安尼老师去足侪所在，愈来愈侪出来是愈证明侪考古学圣经家吼，伊就圣经讲甲伊诶是真诶写出来。哦。圣经内底就是拢足久以前诶资料，甚至旧约写诶圣经，目前咱诶社会佫照安尼来行，咱就知影讲上帝真正真通可畏啊，通可尊敬。对哦，所以咱讲诶吼，其实咱希望莫搁争啊，对无？就是讲咱诚做基督徒，咱要安怎看即个穆斯林吼？就是为因来祈祷，毋通怨恨伊，咱来替因祈祷，因为因诶心内受伤。是，就是讲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问75档，毋是哦，4000档安尼吼，会可能搁你找答案诶吼。就是讲，即个是心内面受伤啊吼，其实足侪伤害人诶人吼，伊是受伤啊。我最近昨昏搁听着人讲，迄囡仔咧拍电动吼，规工淡仔拍袂煞，可能伊是心内面受伤。迄一个医生讲诶吼，讲可能有一个调查发现啊，伊内面是忧郁诶吼，有受伤诶人吼。所以伊较无法度，可能爱去拍别人，会感觉家己足强诶，要互因爸爸看着，看着讲我嘛足敖诶呢。迄电动哦，拍电动就是拢差不多拢咧相战较济。对哦，是哦，无毋对吼，而且是所以咱为因祈祷，吼中东迄个所在会当和好。有一工伊心仔里迄甲伊撒讲，我原谅你，还是讲咱无搁计较以前诶，做伙做朋友，迄就是上好诶。真正诶，希望咱会当看着无搁争啊吼，逐个人拢是做好吼，就是以心仔里互诶，甲以撒诶互诶来做朋友。对，有人嘛足够利用别人即个仇恨，对无？即个世间是足济足够利用别人这吼，借刀杀人，所以咱毋通去互利用哦。你若有迄种朋友，若有看啥物人有无了解诶，会当较紧去找伊问题吼，就是讲甲伊解决吼，毋免等70几冬，等可能等无答案，结果家己黑白想嘛，可能想讲啊，这一定是吼上帝无爱我，还是即类诶爸爸无疼我吼。其实阿伯拉罕伊嘛是足艰苦吼，甲因囝赶出去。啊，上帝嘛是因为安尼有应允因会诚做大国。国家吼，今仔日就照安尼有无？所以上帝无论安怎讲，上帝拢会实现伊家己所应允诶。伊应允讲，相信耶稣做你诶救赎主诶，你特别做得着赦免。伊既然安尼讲，你若相信，就真正得着做赦免。对，咱诶上帝是希望和平吼，无希望战争吼，嘛无希望讲人安尼互相残杀，拢是兄弟对无？好，今仔日故事诚长诚济，嘛诚好耍吼。嘛毋是好耍啦吼，但是知影讲，为虾米即本会当，即本战争会安尼吼，4000档啊吼，搁咧战吼，安尼，阮今仔日嘛有新诶方法来直播吼，毋知你敢有较介意即种诶吼？欢迎你后礼拜搁继续甲咱支持，爱甲家己饲一个赞，伫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大家平安，多谢老师，多谢。